再来看东京奥运的空手道铜牌选手文姿文，去年离开国家队了后，是继续来发展。这回伊是做教练，带选手去上北世界壮年运动会。不过，真特殊的是，伊所指导的选手竟然就是家己的教练赵志在。 做过文姿文的启蒙教练，却因为个人的生涯规划无徛上世界舞台。60岁赵志在，这回是让30年穿空手道的衫，伊要伫2025年世壮运登卡手。那这届新婚交换，换文姿文来做伊的教练。在世界走那么多啊，他们的看法一定跟我一定有不一样的想法，所以我希望说提升自己，然后我希望借由知云的一个指导，把他的经验。 能让我的技术能够再提升，也因为他，所以我才能走到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成就。我想说，那我要用什么样子的角色跟身份来换过来，转换一下来支持他？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传承。徐团长嘛是支持文姿文讲，会结合传统甲新的拍法，协助赵志在愿望。那这回巴黎奥运无空手道的项目，不过文姿文讲会去巴黎看比赛。 因为我刚好有抽到那个篮球的门票，对，所以会去感受一下，就是再次回到奥运场上那个热忱跟那个热情的感觉。受到奥运比赛场的心力甲热情，文姿文讲会替台湾选手加油。那上北的世壮运倒头算拄好剩365天，大部分的项目只要满30岁，免经过选拔都会当参加。不管是对运动有兴趣、现今的或者是退休的选手，拢会使来报名。记者林晓慧、沈志明台北报道。